其實香港人都幾慘㗎，佢居住面積真係好細。又走遠少少，其實花嘅錢又少啲嘅話，其實都計得掂數嘅。粵海十貴府咧，60幾平方，其實總嘅樓價都係唔夠100萬嘅，90幾萬其實有交易㗎啦。呢啲細則嘅單位咧，佢有一啲咧仲可以望到海景咯喎，有一啲咧又可以望到航空新城呢一邊嘅華發商都嘅一個音樂噴泉嘅喎。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居粵智慧》Cindy。Hello， 大家好，我係 Samantha。我覺得航空新城咧最舒服嘅點咧就係佢呢度嘅生態環境啊。係啊，其實珠海好多呢啲濕地公園咧，咁政府其實捨得咁多個土地嚟做呢個濕地公園，其實佢對城市嘅嗰個環境發展其實都好重視喎。航空新城咧就係一個生態環境非常之好嘅地方啦。你睇下，我哋呢啲睇中心河濕地公園嘅樓啊，以前賣3萬幾蚊一個平方㗎，要400-500萬一套㗎。而家粵海十貴府嘅細則單位啊，單價先1萬。係啊，其實咧同樣嘅地段，隔離嘅樓盤啦，即係行過去都好近㗎，同樣可以享受啲咁好嘅配套同埋咁大自然嘅環境，其實真係好舒服。但100萬左右到就可以嘆到咁好嘅世界，其實真係抵啊！好，今日我哋嚟一期深度拆解點解航空新城會跌得咁多。Samantha， 60幾方呢啲則咧喺大陸咧係冇人買嘅，但係香港人咧就好中意用買喎。你係香港人，你認唔認可呢啲細則咧？嗱，其實咧，香港人買樓同埋大陸人買樓咧，其實兩個思維係完全唔一樣嘅。嗱，咁首先咧，本地人買60幾平方咧，梗係嫌細嘅咧，買嚟做咩咧？除非你個地段係非常之好，買嚟收租，否則嚟講60幾平方一般家庭係唔會買嘅。但係香港人嚟講咧，60幾平方即係700幾尺單位，可以做到3房2廳嘅單位，其實喺香港嚟講，呢個居住面積已經係豪宅嚟㗎啦。咁例如香港啟德啦，300到400尺單位成1000萬㗎啦。咁當然兩個地段咧就唔能夠咁樣比嘅。但係豪宅都係享受300-400尺，咁翻到嚟大陸買600-700尺其實好正常啦，已經好舒適噶啦。哇，咁係真係豪宅喎！其實香港人都幾慘噶，佢居住面積真係好細，所以翻到嚟大陸咧，亦都係要好認真去揀啦。有陣時唔一定大嘅，好多人更加關注嘅係配套嘅問題。咁其實呢啲細則單位咧，如果係單身啊或者係兩夫妻啊，翻嚟買呢啲則咧，都係比較適合。係啊，其實咧。佢哋攞住100-200萬到啦，個 cash 又好啦咁樣。其實買樓啱自己住咪得咯，一定要買大嘅咩？唔一定買大㗎。如果個冧心細啲嘅話，咁剩翻啲錢咪可以去旅行啊，去食下嘢，其實都幾好㗎。其實100零萬咧，而家喺珠海又好，中山又好，其實選擇性都係比較多㗎。咁我覺得咧，我哋現時所在嘅位置咧就係航空新城呢一個區域咧，亦都係好適合香港人去買嘅喎。咁退休生活翻嚟咧，肯定係話想揾一啲居住環境比較舒適㗎啦。咁香港啲樓比較密密質質嘅，咁翻到嚟咧，第一我要揀一個地方，可能環境比較舒適啦，比較開揚啦，咁同埋生活配套設施都比較齊全。咁例如航空新城呢個地域啦，咁航空新城咧，我認為佢係成個珠海嚟講係一個比較特殊嘅有特色嘅一個位置嚟㗎。首先佢係西部中心城嘅一個核心區啦，所以佢嘅定位亦都係好高㗎。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度既可以享受低密度嘅生活，落樓咧就有呢一個濕地公園啊，有圖書館啊，好休閒嘅，有情侶路散步嘅。但係咧佢亦都有好大嘅一個華發商都作為佢嗰個商業配套，所以我覺得咧從呢個角度去睇咧，航空新城咧既滿足咗我哋一個低密嘅休閒嘅生活，又滿足到我哋日常一個消費咯。係啊，例如住十字門片區咧，其實都方便嘅，配套都齊全，但係個密度係非常之高噶嘛。咁如果你話又走遠少少，其實花嘅錢又少啲嘅話，其實都計得掂數嘅。其實都係相差10零分鐘啫嘛。你係港珠澳大橋去十字門跟住如果係過嚟呢個航空新城嘅話，相差10零分鐘嘅啫。係啊，所以呢個樓盤咧，粵海十貴府咧，60幾平方，其實總嘅樓價都係唔夠100萬嘅，90幾萬其實有交易㗎啦。90幾萬其實你真係好過買坦洲啦，因為航空新城佢畢竟係一個新區嚟㗎，佢呢度嘅所有嘅基建設施咧，政府係真金白銀揼錢落去做㗎，而且咧佢成個城咧都係新嘅，3.8平方公里全新嘅，連每一條路都係新嘅，所以你嚟到咧就會有一種鬆弛感，而且覺得佢舒適度好高，因為佢係仿照新加坡嘅一個建築風格去做㗎。係啊，所以咧嗱，其實居住十字門又好啦，或者係坦洲嗰邊又好啦，咁其實咧呢個地域有呢個地域嘅優勢嘅，咁你嚟到呢度生活咧，其實真係話享受優質嘅配套同埋優質嘅一啲資源啦，譬如話濕地公園啊，其實可以食完飯落樓散步，其實都幾好嘅。咁十字門環境都好好啊，但係嘅話咧，佢嘅一個價錢咧，同航空新城係拉開咗幾十萬嘅一個價差嘅，至少啊。係啊，嗱，例如天匯啦嚇，咁十字門天匯嘅話，咁佢嘅 total 嘅價錢50
68平方都要130、140萬啦。咁嚟到呢個航空新城呢一個樓盤呢個位置咧，其實如果65平方咧，100萬都唔使，相差成40萬喎。其實我覺得而家咧買航空新城咧係最佳嘅時機啊！點解咁講咧？你諗下，而家粵海10貴府呢啲細則單位單價先係15000一個平方，咁而家嘅話，成個航空新城呢個 C 片區核心區 CBD 已經係全部都已經售罄㗎啦，清埋貨賣埋金灣府咧就冇地㗎啦，佢要再去延伸咧就係 B 片區嗰邊再去發展㗎啦。咁你諗下，而家15000蚊嘅一個價錢，之前嘅領航灣佢要賣到35000蚊，已經係同之前拉開咗2萬蚊嘅一個價差啦。咁就算 B 片區重新去開發，我諗佢賣萬零蚊係差唔多嘅，因為佢嘅地價都要錢啊嘛。而且嘅話 B 片區咧係會離我哋嘅核心區呢一邊嘅一啲基礎配套咧，佢係要遠好多嘅。咁粵海10貴府咁正嘅地理位置，咁樣嘅價錢，就等於你攞呢個價錢，我覺得係溢價咗非常之少，泡沫已經刺破啦。所以我覺得而家入手係最好嘅時機。係啊，其實而家嘅價錢萬幾蚊買航空新城核心地段喎，行過去雙都都係10分鐘到路程嘅啫。咁所以呢個地段其實嚟講咧，亦都好稀缺，亦即係話將來嚟呢個咁核心嘅地段，其實已經冇地啦。而且咧佢現樓嘅狀態咧，仲要賣咁樣嘅價錢咧，佢亦都係受到好多因素嘅影響噶。首先第一個就係航空新城最近好多負評，就係話佢有毒氣事件啦，或者係金灣府嘅交樓質量差啦，其實對成個航空新城嘅樓價都係會有一啲影響。所以佢亦都係造就咗而家嘅呢一個價錢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剛需價啦，萬零蚊一個方。但係你買嘅係西部中心城嘅一個核心地段，其實我覺得佢嘅價值係抵嘅，而家入手係着數嘅。係啊，其實任何一個樓盤，任何一個區域都有個優點同埋缺點嘅。但係如果你將個缺點係無限放大咧，喂，每一個地方都有問題喎，咁點買樓啊？係咪？咁而家嘅話，航空新城呢個毒氣事件咧，但係嘅話咧，其實珠海環保局已經測過，呢啲氣體係符合國標嘅，佢係冇呢一個即係對人體造成影響嘅。但係佢符合國標咧，係唔代表佢呢啲氣體係冇氣味㗎。加上嘅話，好多人都話係夜晚黑先聞到呢啲氣味㗎，係因為夜晚黑嘅話，佢有一個逆溫差，造成咗呢啲空氣係往地下走嘅，所以就會造成咗氣味咧就會籠罩喺呢一個區域啦。其實呢個潤都製藥廠啊，離航空新城啊係有成7公里嘅一個距離㗎，所以大家咧亦都唔需要好擔心呢一個問題啊，因為一定要妥善去解決㗎，因為航空新城仲有好多地要賣，佢現時肯定要解決呢啲問題。係啊，其實呢啲問題咧，即係話對身體冇影響，但係製藥始終係有氣味，只係呢一點解嘅啫。其實好似香港嘅將軍澳咁樣嘛，咁之前咧好多人都抗拒佢係一個垃圾焚化爐嘅地方啦。咁其實政府做得呢一啲地方又起得住宅，其實佢一定係有佢自己嘅方法同埋嗰個規劃嘅。咁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住喺將軍澳啦，因為地段其實都係臨近海邊，環境非常之舒適㗎。而家冇人再會嫌棄呢個將軍澳嘅地方係一個焚化爐地方，反而而家樓價咧越賣越高喎。咁我覺得航空新城同將軍澳都真係有啲類似㗎。咁我哋而家咧就上翻去睇翻一啲細則嘅單位啦。呢啲細則嘅單位咧，佢有一啲咧仲可以望到海景㗎喎，有一啲咧又可以望到航空新城呢一邊嘅華發商都嘅一個音樂噴泉㗎喎。我哋去睇下。呢個77方嘅戶型咧，101萬左右咧就可以攞落嚟啦。咁佢呢個戶型咧，佢有東西向可以去選擇嘅。呢個咧就係東向嘅單位嚟㗎。東向嘅話咧，佢嘅採光係會更加優勝啊！你睇下，我哋呢啲廚房位全部都係好開揚㗎。你可以睇到成間屋咧，佢所有嘅窗戶嘅一個開間啊，佢嘅採光度都係非常之好㗎。咁呢個77方咧，佢到時交標嘅時候咧，呢個露台咧係一個開放式嘅露台嚟㗎，但係呢度做咗風窗，我建議大家亦都係要去做風窗嘅。點解咧？做完風窗之後，你做咗全落地玻璃窗，你可以睇到呢邊嘅一個海景啊，更加開揚同埋舒服㗎。你睇下呢個航空新城，你真係要去到現場先可以感受到呢一種震撼㗎。而且嘅話咧，我建議你一定要日頭過嚟睇，因為你夜晚黑嘅話就睇唔到咁靚嘅景觀啦。當然都有啲燈光嘅。如果係落雨嘅話咧，就唔好嚟睇啦。咁呢度咧係佢嘅一個主人房嚟嘅。你諗下咁緊湊嘅戶型，佢主人房可以放到 queen size 嘅一個床㗎，所以佢呢個 size 嚟講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極致㗎，亦都好有代表性。首期20零萬就可以上車啦。咁我哋再翻嚟咧睇翻佢另外2間房間㗎。呢一間房咧，佢係會更加大嘅一個窗戶面嘅開間嘅。咁呢一邊嘅話咧，亦都有啲戶型咧係可以直接睇到航空新城嘅華發商都，甚至乎可以睇到佢夜晚黑嗰個噴泉音樂嗰個景㗎，所以係好靚仔嘅呢個景。
書房佢會緊湊少少啦，所以呢啲則咧係更加適合一個人住或者係兩公婆翻嚟養老度假咧，就會更加適合啦。咁洗手間佢亦都係做咗呢一種乾濕分離嘅洗手台做咗出嚟嘅，咁佢嘅使用就會好方便啦。你以為77方嘅洗手間佢好緊湊，但係佢都係做咗一個方形嘅，所以佢整體嘅一個動線係非常之清晰㗎。咁中意嘅朋友咧，可以下方評論區留言俾我，快啲過嚟睇樓。